延遲因果傳播假說，單一動力學時空中的慣性，流體特徵與倒規重構，作者 Alan。日期2026年1月22日。摘要：本論文提出一個全新的物理框架，旨在單一宇宙前提下解決時間旅行的邏輯悖論。本模型跳脫了傳統的區塊宇宙觀，主張時空不僅是幾何背景，而是一個具備物理鬆弛時間的動力學流體實體。透過引入因果傳播延遲與時空倒規慣性，本假說論證了對歷史的修改並非全域性的瞬間重寫，而是以有限速度在四維流形中擴散的因果重塑波。由於宇宙具備向前的時間維度動量，歷史的改變將永遠處於對繼承事實的追逐狀態，從而確保了自由意志與因果自洽性的物理隔離。第一章：物理基礎，時空的物質性與能量密度分佈。本理論修正了將時間視為純粹幾何坐標的傳統看法。一、時空連續體與能量守恆。我們將從1920年到2026年的時空視為一個連續的能量密度分佈。這並非指每一秒都存在一個獨立的宇宙備份，避免能量指數級增長，而是主張時空本身具備物理厚度。其內含的質能演化路徑具備幾何慣性。二、資訊的物理實體化。歷史路徑一旦確立，該區域的應力能量將量變具備了動量，即便上游過去的初始條件發生擾動，下游未來的物理波包不會憑空消失，而是依賴寄存的能量慣性在原定軌跡上繼續運行，直到接收到來自過去的倒規更新指令。第二章：核心機制，因果重塑波與非瞬時自洽。本假說的核心在於否定因果即時生效性，引入物理學中的鬆弛效應。一、倒規更新的有限速度。在廣義相對論中，重力擾動以光速傳播。本理論類比此點，主張對時空結構的重寫指令在四維網格中的傳遞速度受限，最高為 c。當旅人改變 t1 的歷史，會產生一個因果重塑波。二、時空緩衝效應在重塑波尚未抵達下游 t2 之前。T2 及其後的時空區塊仍維持原有的物理狀態，這在物理上被定義為非瞬時自洽。宇宙容許局部區域在有限時間內處於新舊因果交替的過渡態。三、客觀演化時差，改變 N 年前的歷史。該物理擾動必須在四維流形中經歷客觀的 N 年傳播演化，才具備觸及原本現在的物理條件。第三章：因果追逐戰，為何現在是物理安全的？這是本假說解決祖父悖論的關鍵邏輯。一、動態位移邏輯。當旅人從 A 點，現在
回到 B 點，過去，並植入干擾，它創造了一個新的因果起點。然而，原有的 A 點現實並非靜止，而是沿着時間箭頭以同樣的速度前進。2. 不可逾越的邊界。由於改變的擴散速度受限於光速，而時間流逝與物理演化具備等速的動態特性，這股因果重塑波在單一宇宙長河中，永遠無法追上已經成為既成事實的未來觀測者。3. 觀測者的物理隔離。處於 A 點及其後續時間軸的人們，其物理現實是由前一刻的本地狀態決定的，而非由瞬時的遠程歷史決定。這有效避免了因果自噬，如女人因殺掉祖父而消失，因為消失的指令永遠滯後於女人存在的現實。第4章，流體動力學類比，單一長河模型，將宇宙視為一條具備黏滯性的單一長河。1. 單一流形特性，改變歷史並非開闢平衡世界之流，而是在單一長河中注入一劑染料。2. 相對位移原理，下游的水分子，未來是由其相鄰上游的水分子推動的，而非由最源頭的水分子即時決定。3. 傳播延遲，染料改變會隨水流擴散，但在它擴散到下游某點之前，該點的水質保持原樣。由於長河整體在流動，時間演化，下游點與染料之間保持着物理上的相對位移，形成了一場永恆的追逐。第5章，結論。宇宙的韌性與自由意志，延遲因果傳播假說提供了一個比多重宇宙更簡約、更具備物理質感的模型。1. 宇宙的自我保護機制。它證明了宇宙是一個具備強大緩衝能力與慣性的系統，允許局部重寫，卻透過傳播延緩守護了全域的穩定。2. 自由意志的物理基礎。女人擁有改變過去的絕對自由，且其行為具有實質的物理效力，但這種改變不會摧毀她賴以存在的基石，原本的未來。因為歷史與未來在單一軸線上進行着有序的銜接。3. 哲學啟示。歷史是有質量的，未來是有動量的。在這種模型下，人類的行為嘅能產生真實的改變，又不會導致邏輯的崩塌。總結，本理論解決了經典物理模型中對時空硬度與資訊持久性的忽視。透過主張改變與事實在時空長河中的動態追逐，我們發現正是這種因果傳播的物理延遲，守護了宇宙的邏輯自洽與觀測者的安全。這不僅是一場物理規律的博弈，更是宇宙對因果律最優雅的防禦。